以下咧就教大家點樣刪除豆包嘅帳戶。咁首先咧開咗豆包先，然後咧我哋就返回咗先嚇，因為而家喺豆包個主對話裡面，我哋撳一撳呢個，然後跟住咧就揀右下角個人資料，撳入去，跟住右上角呢個設定嘅入去啦，跟住睇唔睇到底下咧有嗱，我哋唔係登出啊，我哋直頭唔愛呢個帳號，將所有曾經講嘅對話製作咗啲圖片啊各樣都會刪除嘅。咁我哋撳一撳帳號，跟住咧下面可以見到啦，已經有嗰個刪除帳戶。咁你自己都要留意返你用咗邊個電話號碼喎，如果咪到時你都唔知邊個用咗去刪除。咁你而家刪除個戶口就係呢個電話號碼嘅，咁我哋可以撳嗰個刪除。咁佢都會提示你，如果刪除呢個帳戶之後咧，如果佢顯示嗰啲專門嘅應用即係嘅 AI 咧，都會一並刪除嘅啲資料。咁如果你冇所謂，咁我哋撳刪除。好啦，呢度有啲咩提示咧？睇睇啦。為保證你的帳戶安全，在你提交註銷申請生效之前呢，需要滿足以下嗰個條件。第一啦，帳號處於安全狀態，即係冇被盜啦。帳號權限解除，帳號已經解除咗，與其他產品冇關聯㗎啦。帳號冇任何糾紛，包括投訴啊、舉報。咁就仲有就係同意刪除以下服務中嘅應用數據，係啦。咁然後跟住你最緊要啦，你撳唔到下一步嘅，一定要剔咗呢度，我已閱讀。跟住你就再撳下一步。咁請注意啦，重複註冊嘅帳號24小時內只能被刪除一次。為避免影響你的正常使用，請謹慎操作，即係唔好亂咁刪除嚇，唔係玩嘅。咁我就刪除，因為我諗住再重新申請一個，用嗰個同樣嘅電話號碼做一啲測試啫。咁我哋就其實佢擔心你係嗰啲機器咧，想搞佢個 server 啫。如果唔係正常都 OK 嘅，咁我確認啦。好啦，要收短信嘅個電話號碼，等下先嚇。咁啊入返嗰個驗證碼，咁你跟住話立即刪除。咁就刪除咗㗎啦。